而家咧就係診斷之後咧就係右小腿嘅三頭肌咧就嚴重損傷嘅，咁啊大概需要休息2個星期左右啦。咁啊柏比咧就後防方面嘅中堅亦都係喺禁賽期，佢要到第5輪咧先至可以解禁復出。麥斯達咧亦都係要缺陣3個星期。咁所以皇馬咧而家主要喺嗰個防守嘅位置方面咧都幾短缺嚇。咁本來個防守中場都人才濟濟，頭先都講過嚇。咁但係都有個別球員受傷，同埋後防嗰度咧更加係嚴重啲。咁所以呢一段時間咧，對於比利連尼嚟講都幾吃緊嘅。所以賽前咧啲媒體就話呢場賽事都幾考究咧比利連尼嘅排陣嘅。咁尤其喺後防方面啦，咁頭先都介紹過就係拉莫斯究竟入中路定右路咧咁樣。睇呢個波啦，一開個罰球打彈地咧就考唔到卡斯拿斯嘅。咁去到上半場嘅後段，皇家馬德里呢邊咧節奏仍然都唔係好快。咁其實睇咗幾場嘅皇家馬德里嘅比賽咧，大家亦都發現咧，其實如果佢哋要提高咧，就可能係球員之間嗰個互動性。咁最容易同佢哋比較咧，就莫過於咧就係佢哋嘅死敵巴塞。佢見到巴塞咧，雖然佢哋都擺得好叫整整齊齊，好似一個4-3-3嘅陣式，但係其實佢球員相互之間個互動啊、走位啊各樣嘅配合咧係好流暢，同埋咧個互動性好高嘅。咁但係皇馬呢邊咧就暫時呢一方面咧係有待提高。巴塞琴晚亦都係同馬體會咧上咗一課啊！上半場贏4-1，全場咧贏到5-2嘅，令到馬體會真係毫無招架之功。嗱，睇翻呢邊薩雷斯嘅攻勢，事實上打到上半場呢個階段咧，反而覺得薩雷斯經歷咗嗰個失波之後咧，慢慢咧已經企穩咗腳跟嘅。咁而且係皇馬方面嘅壓力咧，並未能夠將佢咧壓翻住。只不過薩雷斯可能嗰個注意力咧都一路都係仲係擺喺重心嘅防守上面，攻擊方面咧擺嘅力量咧都唔係太多。咁啊對住呢一隊嘅老大哥皇家馬德里咧，薩雷斯係抱住學習嘅心態咧嚟到客場作賽啦。咁反正都輸住一球啦，反而咧就令到佢哋更加放開懷抱。咁啊全程投入，同埋咧就係完全係懷住咧就係向對方學習嘅心態咧，反而咧就越踢就越好。雖然咧佢哋冇咩埋門嘅鏡頭出現啊，咁但係對於一隊班底咁弱嘅球隊咧，佢哋攞到波之後嘅配合啊、滲透啊等等咧都有板有眼啦。咁其實呢方面嚟講就反映翻咧皇馬咧，其實呢場賽事雖然領先緊，但係踢得咧係並不好嘅，皇馬並唔係太好啊，反而薩雷斯咧係交到功課。咁其實薩雷斯都係一個小城市嚟嘅啫，常住人口只有20萬人。咁啊西班牙方面就好多啲小鎮啊或者小城市啦。人口唔係好多，但係佢哋嘅足球水準亦都係頗高。